球第2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无张持宣布破产，创办人的身价大约是新台币5000多亿，伫咧短短几工内全部乌有，伊人嘛无去咯。卖事是一场的骗局，讲美国高科技的所在地硅谷，甲华尔街一寡大咖的投资客，只剩了一个害溜溜。若台湾至少有50万人受害。有受害者讲，安尼扣，讲伊口座1200万全部归零，但是因为无监管的法规，根本就找无人通讨。目前已经有6000多人组成着自救会，总损失的金额超过新台币31亿。全世界第2大加密交易货币平台 FTX 伫11宣布破产的消息，一日传出来了后，伫全世界引起风波。FTX 的执行长班克曼佛里特宣布辞职，并且伫推特甲投资大众会失利。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Reuters at least $1 billion in customer funds have vanished. Bankman-Fried secretly transferred $10 billion of customer funds from FTX to his trading company Alameda Research. 资金的移转，互人怀疑投资人小钱要领出来。FTX 随甲本来死对头另外一个加密货币平台贝安求助，贝安本来是要甲借起来，抑过后来无甲收，这个代志就愈来愈大条，受害人嘛愈来愈多。NBA 迈阿密热火队嘛被牵连，要换掉主场馆 FTX Arena 的名，再加上最近几年来 FTX 一直拢是体育球队球星赞助商。未少体育明星像 NBA 球星 Curry、大阪直美、大谷翔平，因为 FTX 破产影响因的收入。要帮助 FTX 起家的硅谷甲华尔街，像三星风险的投资公司、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等等，几十间投资机构嘛变成苦主。讲到台湾估计嘛有50万到60万的受害者。自救会的部分当然是有啦，而且其实也不止台湾，基本上就是华语圈、台港、澳中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是有合力成立一个自救会。但先是佫讲，所来因的委托跨国的律师以集体诉讼方式提回家己的血汗钱。这个 FTX 无已经申请破产的保护，所有投资人的钱拢乌有去。有金融专家将这个代志比论做加密货币款的雷曼兄弟的事件，因为 FTX.com 的客户无单独的投资者，因的客户差不多拢是其他的经纪公司、对冲基金、交易商、创投机构的投资人。恐惊这个代志无遐简单就算。